Hello， 欢迎收看《狗狗公哈发》，我是敏华。哇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呢？像这样的老照片，真的是会说故事哦。而故事的客家话就是姑师了。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呢，要带大家透过我们印象台三线经典摄影展，去看看旧时代的台三线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大家有没有很期待呢？跟着我们一起搭乘时光机，我们去看看喽，走吧。各种老兄片底度都有懂得故事，看着老兄片回忆从前，都故事底度也会想起旧时代的生活点滴。所以来参观的民众，每个人都好像走进时光隧道，感受那个年代的淳朴。好，这些老照片呢，都是台三线的以前的老照片。那台三线呢，就叫做内三公路。等一下哦，公路很常用到哦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的就是公路的客家话。公路的客家话就叫做公路，公路，会不会觉得说，很多人来到这，就好像看到以前阿公阿婆啊，他们生活的状况？会呀，很多阿公阿嬷或者是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看啊，一看就会马上跌进那个回忆的时光里面。所以照片真的是很有故事。特级摄影师他们用镜头供故事。可以看到以前台三线的美好，有个胸片沿着 Q 公路拍摄沿途的田野风光，有的是拍摄客家的风俗民情，另外那个年代的生活情景，在这些胸片也都能够看得到，是不是真的觉得老胸片底度有懂得故事，真的是相当有意思呢？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跟着敏华看到这么多的老照片，其实都好佩服那些摄影师，因为呢，他们透过他们的眼光，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所有的故事。当然了，我们认识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公路，公路，公路。第二个呢就是故事，故事，故事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，这句话就是。老照片里有许多故事，老相片底度有懂得故事，老相片底度有懂得故事。当然喽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小小摄影师，记录生活，记录我们周遭的所有人事时地物，未来都是很珍贵的历史哦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